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首先是万科我看今天这个万科股价暴跌已经到了4块3，看样子是奔着这个3块钱去了有多少人被套住这个曾经的房地产的优等生，股价现在4块3，而且正在加速下跌之中所以我以前一直说房地产股票每一次反弹都是逃命的机会。我还记得有一个叫什么作家是吧，他就是炒万科，然后死拿万科跌到是6块多还是7块多的时候，他割肉了，割肉之后结果万科又反弹，弹到8块还是9块，他又后悔了。我记得我以前节目聊过对吧，他割肉是对的，如果他不割肉，他没有割肉这个勇气那他恐怕一直拿到现在4块3，就像那个建功爷叔一样。有的时候割肉是需要勇气的你一割到6块多的时候，后来一弹到7块8块，那就后悔的不行。但是你要想一下，如果6块多你不割肉的时候，你到了8块9块你也不会走的，但后面它往下走你还是走不动，因为你没有割肉的勇气那就一直到4块3，下面到3块。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快刀斩乱麻斩仓这个需要魄力和勇气。就像这个地保老人一样，地保老人在乌克兰战场那就是越陷越深，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割肉，不知道什么时候对吧止损，只好不停的加仓，越陷越深这个咱说远了这个万科不光是资本市场暴跌，大家知道它一旦暴跌，传言中的什么增发那就是泡汤了也是不可能了。你4块3你还怎么增发？稍微发一点大股东就没了，大股东就被稀释掉了，除非给大股东增发，但是大股东是深圳地铁，这个是他自己掏钱，那不就是往火坑里跳吗？所以说这个股票市场它只要往下走，走到4块3，它就增发的路也封了，融资基本上已经告停。这个困境中的万科又是雪上加霜，雪上加霜的不光是这个前2天网上有传言，有各个地方的开发商在举报万科。今天我在网上又看到各地的万科项目烂尾，这个就跟恒大暴雷一样恒大一暴雷，各个地方项目不就停工了吗？烂尾，万科也出现这种现象，可见这叫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这麻绳专挑细处断。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万科项目烂尾问题并非孤立事件，这家曾经的房地产优等生在行业深度调整，自身财务危机、内部治理失序与历史问题集中爆发等多重因素叠加下所面临的系统性危机集中体现。然后他罗列了万科各地的烂尾项目，说目前万科在全国多地均有项目陷入实质性停工或烂尾状态，其中几个典型案例尤为突出。你敢想象吗？我们简单的以为万科只是债务问题这个什么境外债境内债还不起，万科实际上已经是无米下锅了，各地项目都开始烂尾了，停工一个是四川眉山万科天府城具体情况咱就不介绍了这个网上有很多投诉这个项目已经停了。第二个是万科深圳万科3星工业区项目这个项目还在深圳福田呢，也是陷入这个停工，项目推进显著放缓，目前已陷入实质性停滞。这项目停工都是缺钱资金不到位。西安万科城市之光这个就是那个前一阵子这个陕西的叫隆基什么企业举报的隆基集团创始人李瑞斌2020年3月实名举报，指控万科在债务清偿后拒绝归还项目公司控制权等等总之这个西安的万科城市之光也是处于停滞状态。第4个是珠海的万科海上城市3期，该项目6至9号楼已长期停工，地面公共设施等均未完成，影响了已入住业主的正常生活。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万科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万科还能救吗？谁救呢？怎么救？所以越往后拖实际上是在把这个雷延缓，是在憋一个更大的雷出来，不如早一点破产重整，越早破产重整越主动。不光是万科目前叫开启渡劫模式实际上很多央企开发商也一样好不到哪里去。你比如说今天这个保利发展公布了自己的业绩，保利发展发布公告2026年1到2月签约金额258亿元，同比减少24%。其中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全年规模净利润10.26亿，同比下跌79.49%，也就是保利这个利润下跌80%，那26年差不多亏损的这个也就不让人奇怪了这是房企的消息我们再看看这个楼市情况首先是这个中指研究院它公布了一下这个上海二手房成交。最近上海二手房成交不是比较火爆吗？曾经把交易系统对吧等这个都宕机了。中指研究院公布3月截至18日，上海二手商品房成交16900
2705套，这什么概念呢？跟去年3月相比啊，同比基本持平，这是中指研究院的说法啊，也就是被媒体啊、被中介炒房的人吹得天花乱坠的。上海这个又是宕机对吧？又是火爆，结果跟去年是持平，这个什么原因大家也清楚了啊。这个楼市到底什么情况？靠吹是不行的啊。从周度成交来看，二手房成交量环比连续3周回升，但是你说1000到1万，你跟去年同比是一样的，没涨。最后这个中指研究院得出结论啊，他说累计来看，今年以来就是1月1号到3月18号，上海二手房成交约5万套，同比微降2.4%，也就是说2020年截止到现在，跟去年比还是下降了2.4%，所以这炒又炒糊了啊，吹又吹过了。难道楼市想稳住的吧？房地产要企稳的话，只能靠吹吗？靠宣传是吗？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2020年2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54%，同比下跌8.78%。10大城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42%，同比下跌8.31%。啊，这就是咱们二手房的2月份的一个走势，价格同比环比都在下跌，10大城市还是100大城市都一样。我看有媒体报道啊，有媒体统计啊，这个全国15个重点城市住宅销量数据啊，这个是统计15个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啊这些地方，它是统计截止3月前18天，3月份啊，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房是下降26%，二手房同比下降15%，新房下降的更厉害啊。二手房下降的好一点，这些数字啊告诉我们啊，这个媒体中介炒房的人在那儿宣什么小阳春什么火爆，这个可信度有多高啊？即使是今天呢，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还有这个中国房地产报还在鼓吹啊，说购买力爆发，一二手房价齐涨，上海楼市开启暴走模式，上海楼市小阳春已然确立，购房窗口期正在逐步收紧。你看啊，明明中指研究院对吧都已经公布了3月18号上海二手房跟去年是持平的，这还在吹。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说，上海二手房量涨价稳，二手房热度上扬，成交走高，一线城市小阳春可期。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啊，2026年前2个月，就是1月、2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547亿元，同比下降25%，说明什么？一级市场啊，也就是政府卖地1月、2月同比少卖了1/4，比去年啊卖地收入只有3547亿元，这个就是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止跌的信号之一。今年前2个月卖地收入又少了1/4，你说地方政府他怎么过啊？工资怎么发呀？卖地少1/4就是收入又少了1/4啊。我们再看啊，1到2月企业所得税下降3.9%，个人所得税下降6.9%，国内消费税下降6.2%，这些数字啊都不支持什么楼市小阳春。你看个人所得税下降6.9%，那不就说明牛马韭菜收入降了吗？你收入涨了，你个人所得税就得涨，对吧？企业所得税下降4%，企业也没钱，消费税下降6.2%，那这不消费，你说楼市还能回暖吗？所以说这个楼市回暖它是暂时的啊，就是昙花一现，千万不要冲动啊。我们再看看这个政策方面啊，政策方面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央行公布了最新的 LPR 利率啊，5年期以上的为 3.5%，1年期为 3%， 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连续10个月保持不变，也就是这些炒房客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降息啊，结果到现在还不动啊，你按揭贷款的利息也不会变。大家记得这个年前有很多小道消息说这个要贴息，对吧？很多海外的机构也传言对那个按揭贷款的进行财政贴息，现在都已经3月了，不要说贴息，连按揭利息它都不降，所以这些炒房客啊现在是走投无路啊，现在就指着这个所谓的小阳春啊玩命的吹，看看能不能忽悠人去接盘。小阳春如果扛不过去，那么这个天台已经焊死了啊。财联社3月19日报道啊，他说绍兴3月18日举行2026年绍兴城市发展恳谈会，发布并解读了该市最新的房地产支持政策。新政共10条内容，10条救市政策啊。其中第1条那就是大招，什么大招呢？就是加强环卫工人，就是扫地的环卫工人住房保障。根据政策，绍兴将支持一线环卫工人购房，通过补贴、减免、什么扩充、什么促什么4维发力啊，就从4个方向啊，给环卫工人施能赋能了，对吧？买房最高可享受20万元补贴，并且多孩家庭
购房补贴上将持续支持多子女家庭购房，二孩家庭最高补贴20万元，三孩及以上家庭最高补贴40万元。政策不受户籍、婚姻、既有房产的限制，只要子女在政策支持期内出生，都可在年底前申请。按照申请顺序，额度有限，先到先得，对完为止。这个政策咱也不能说它不好，政策肯定是好的。但是你说这个镰刀都已经伸向环卫工人了，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韭菜可割了吗？这环卫工人的抗风险能力多小啊！房价涨的时候想不到环卫工人，房价跌了想起了环卫工人，想起了农民，这个一言难尽啊！这也不好说什么。这我想起了有些地方啊，说给那个年龄超过100岁的人老人发补贴，一个月给你发500发800，你有几个人能活过100岁呢？这个环卫工人买房也可以，我觉得啊，就是但是你得算一下，你一个月还按揭贷款多少，完了之后呢，对吧？你要还多少个月？你最好呢，这个你跟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你环卫嘛，那就签个合同，对吧？在我这按揭贷款还完之前，你不能裁我，对吧？你把我裁掉了，把我开掉了，那就完蛋了，现金流就断了，那你前面一辈子的白忙，对吧？如果说啊，地方政府说这个你买了房的环卫工人，那在你按揭贷款还完之前，绝不会裁你。那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啊，这算得上是一个人证呢。你毕竟给人家便宜了嘛，给人家补贴了嘛。你别到时候人家对吧，房子刚买，后面你来优化，你搞机器人扫地，你不需要垃圾工、清洁工了，那你说他们找谁去？我们再看一个报道啊，这个《新京报》啊，昨天刊登一篇报道，叫批量抄底大城市老破小，是馅饼还是陷阱？这个是《新京报》的叫地产生意度啊，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他的报道说啊，从去年到现在，我买了7套天津的老破小，全部是自有现金，总价350万，那就相当于每套50万呗。老破小月租金总额1.5万，租售比最高6%，也有3%、4%的，平均租售比5%。3月18日，李先生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而近期成都一位女性买家也因抄底了成都8套老破小，而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据称，这8套房的总价330万，租金总额每月2.1万元。随着老破小行情走火，强2线城市如成都、天津等出现一批抄底老破小的人群，他们的核心逻辑是总价比高，租售比。那么老破小为何突然火了，甚至有人开始批量购买？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我记得沈阳、哈尔滨也有这样的买老破小，那老破小的房子就10万、20万一套，一算那个租售比还可以，20万一套的房子一个月租金都1000块。具体什么情况啊，还得因地制宜，也就是说这个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有买家批量入手老破小，这个《新京报》说啊，花了350万元已购入7套天津老破小房源的李先生介绍，其入手的房子一般比市场价要便宜10%，大多是一些着急出售的，要求全款，买的多了就会有专门的渠道。李先生表示啊，50万元能在天津核心区买一套两室的老破小，月租金2000元，租售比4.8%，每月都可以有固定的现金流收入。同时从长期来看，我也认为老破小行情会持续，房价会上涨，将来合适时机还可以卖掉。无独有偶，成都一位女性买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入手多套老破小的经历而走红。据她称啊，她曾经几乎每天都刷房源到凌晨2点，一天问几十套，成都2环内的大中介几乎都在帮她找房。这个女性买家的眼光很毒，只选择总价30万到40万元，租售比超5%的老破小，其购入的8套老破小总价330万，贷款220万，租金总额每月2.1万，不光覆盖全部月供1.4万，还能留下近10%的利润。你看看这么一说还挺美的吧？空手套白狼啊！也就是他自己只掏了110万现金，完了之后220万是贷款，这8套房的租金2万1，这个220万贷款的利息按揭啊，每个月是1万4。哎，这么一说，他一个月还能赚7000呢。皮裤套棉裤啊，必有缘故。曾经被瞧不上的老破小，如今怎么成了香饽饽？老破小为何火了？实际上，老破小的行情从去年就开始启动。上海中原地产资深分析师卢文熙分析称，在这轮房价调整中，老破小成降价主力，已经跌到底部了，部分房源还超跌了，以价换量催生交易的达成。以北京、上海市场为例，据上海中原地产数据，总价300万以内入门级房源备受追捧，3月上半月成交占比升至72%，刚需房源去化效率持续提升。同样拉长近5年的时间轴来看，北京20房成交结构中，总价300万以下的房源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7%。说白了，这都是刚
刚的不能再刚的买房。而2月份京沪二手房房价上涨的信号更加加速买家上车的心态。据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月北京和上海二手房房价指数分别上涨 0.3% 和 0.2%， 被市场解读为转折信号。多重原因导致老破小房源受到追捧。首先，房价已经回落到2015年左右的水平，首付比例下调至 15%， 房贷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地方政府收储政策也对市场信心形成提振。同时，房价止跌或上涨预期开始形成，挂牌量最大的压力期已逐步过去。在这一过程中，租售比开始超越固定存款收益率，房产作为生息资产配置价值逐渐显现，也成为本轮二手房交易中被广泛讨论的核心指标。租售比高如存银行，租售比正在成为老破小交易中谈论的关键词。一名上海中介向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挂牌一套上海静安区彭浦板块1户室的老破小总价99万，月租金3000元，租售比达到了 3.6%， 比存银行划算。这个都是刻舟求剑啊，这是静态计算的，这叫理论。从多数城市来看，住宅的租售比已经超过 2%， 部分案例甚至已实现以租养贷的临界突破。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市老破小相关个案租售比普遍在 2.3% 到 3.1% 之间。同时，相对于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如成都、天津等，由于房源总价更低，比如李先生40万到50万就可以在天津抄底一套2室户的老破小，所以部分房源租售比反而比一线城市更高。整体来看，租售比已跑赢存款利率，也逐渐接近房贷利率。8个城市平均租售比为 2.67%， 高如 1.9% 的5年定期利率，也高如 1.8% 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时，考虑到部分城市房贷利率已低于 3%， 这意味着在按揭贷款的情况下，租金收入已基本能覆盖月供。对于偏好人民币资产、看重区位价值的投资者而言，老破小已具备一定的类固收属性。当前老破小行情的核心逻辑是资产定价的现金流回归。在低利率环境下，租售比是否能够覆盖资金成本，是否优于其他理财产品，成为衡量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尺。从去年至今，我身边也有朋友投资老破小。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表示他说，就我接触到的客户来说手里大概有100-200万，考虑到存在银行利息太少，回到股市里面风险太大，那么投资一套老破小还是相对稳妥，每年有 3%到 4% 的收益。那么抄底老破小有没有风险呢？多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当下抄底老破小还需要考虑风险因素。首先，不仅要看租售比，还要看投入回报比，也就是资金成本。中介口中的租售比是不考虑贷款的。张波提醒租售比是不考虑你的资金成本的。如果贷款买房，你还要考虑房贷成本。一位去年入手上海杨浦区一套老破小的买家向记者表示，我去年以130万拿下一套杨浦区1户室，首付20万，月供4500，现在每月租金3500，其实还是不足以覆盖资金成本，每个月需要额外还款1000多元。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一线城市好的地段租售比 3% 左右，报道案例中 7% 的租售比只是个案。如果是贷款的话，想用长期租金来覆盖信贷投入的成本，可能性是小的，也就是不要做梦了其次，租金水平能否顺利出租和控制期、成本等也需要考虑。如果是批量买入，如何进行出租管理也是难题。对此，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去捡漏一套低总价的有升值潜力的房源，逻辑上是行得通的，但是从实操来讲，你需要考虑贷款成本、税费成本、房租波动以及未来出手是否顺利等诸多因素。最后，对于预期房价上涨而先租后卖的买家来说，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目前核心1、2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房价虽然正在回温，但未来并不会大涨，温和上涨或是大趋势，也就是你指望它涨价有这个收益，这个也很难。张波认为未来市场大概率呈现量价平稳的态势。虽然部分一线城市价格止跌转涨信号有所增强，但需求很难再报复性上涨，尤其是投机性需求大多离场，自住需求相对稳定，更是强化了未来量价平稳的需求基础。张大伟补充说，如果批量去买老破小，还是考虑出手的问题，是否有买家接盘。所以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如果确有刚性需求或者学区需求，当前确实可以在多方比较下去捡漏一套老破小。但是如果批量买进
进只为投资。专家这回说实话了啊，说还是那句老话，投资有风险，入手需谨慎。有很多媒体很多人啊就被网上自媒体对吧，小红书上面或者是抖音上面一些人在那儿炒作啊，他有的人是为了流量，就像那个网红超市一样的，你看到的以为它只是个超市，实际上人家是通过那个搞流量。这个在成都买8套房的，天津买7套房的也一样，你以为他是买房出租赚钱，人家是搞流量赚钱，人家这个买7套房8套房那只是一个由头，拿这个说事，这样他不就可以搞自媒体了吗？流量还赚点钱。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啊，你只要你手上有房子，你出租过的人，你都会算账。就真正啊手上有房子出租过的人，他是会算账的。就是比如说同样的是2个点的收益啊，你比如说你把这个100万存银行，1年是2个点的收益，然后你把这100万买个什么东西出租，1年3个点的利益。我相信啊，只要你搞过出租的人，你一定会选存银行。当然我们不考虑那个房价涨还是跌啊，我们只说这种2种方式。为什么呢？你存银行省心啊，对吧？100万反正1年给你2万，但是你出租，我告诉你吧，你那事有多少吧？就没有租过房子的人，他不懂。就所以有的记者啊，有的这个媒体很有可能这是小编在那编，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你想想吧，你就是买个老破小20万买的，你是不是电冰箱要配齐吧？你床要配吧，沙发要配吧，桌子得要一个吧，洗衣机得配吧，灶具对吧？那东西不花钱吗？你20万买个老破小那里面那些灶具那东西，冰箱说不定都是坏的，你的空调你的重装对吧？2个房间那就是2个空调，要不然房子租不出去。2个空调你就是二手市场淘旧的，那也要钱呢，对吧？洗衣机、电冰箱你就是买旧的吧，桌子也买旧的，那都要钱。你关键这要耽误时间呢，你还不得去操持这事吗？你8套房子啊，慢慢去买吧，淘吧，对吧？你这耽误你多少时间呢？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有很多人就是他这不动脑子算账的，他是简单的看哦，3个点，这是2个点啊，这3个点好，你知道你为这3个点你付出多少吗？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什么呢？就你这个东西会坏，洗衣机坏了，租客打电话，你是去修呢还是送个新的去？你淘到二手的吗？对吧？你修吧，反正也得花钱，你送个新的吧，反正也得花钱。你8个房子8个洗衣机总得有坏的吧，轮流坏啊，灯泡坏了你得换，对吧？这空调不制冷了你得去修。实际上那就是说，如果你手上真有8套房，那你这一个人就专门管这8个房子，变成管家。这还没说啊，这房子你得对吧？你得保证它每天都能租得出去。如果有1个月租不出去呢，2个月你这个损失有多少？你得操多少心吧？所以说你同样啊，比如说同样手上300万，你是买8套房子出租还是说存银行？你存银行是2个点，你买8套房子出租是3个点，我告诉你，那一定是存银行合算的。你存银行你不用操心的，你该干嘛干嘛呀？你上班对吧？你送外卖对吧？你开网约车不操心呢。如果你手上有8套房子，那你就考虑吧，你这一天到晚就为那8套房子去赚吧。今天是物业找你，明天是租客找你，所以我觉得写这些文章的人恐怕没有生活经验啊，看这个文章的人估计也没有生活经验。一定要记住了，如果真的这么容易赚钱，那中介就不可能让这房子到你手上，那中介人家自己就会贷款去买。大家一定要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中介是第一手资料嘛，对吧？这么简陋的这么好的房子，性价比这么高又便宜，然后一出租就能坐在那赚钱，那中介为什么还把这房子让给你呢？我自己贷款买，现在又不限购，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成都的这个女性说啊，成都的中介都在给她找房，这个钱这么好赚，中介不赚吗？我要是中介，这个钱这么好赚，我肯定自己赚呢。这一定里面有你不为人知的风险。我说这个买7套房抄底老破小的，很有可能是搞流量的啊。这样的话，他的自媒体内容就天天有的拍，今天招租对吧？今天跟这个租客有啥故事，明天给那个租客修水龙头对吧？后天又是收房租，反正他天天有的拍，搞流量的嘛。你以为他仅仅是买房出租赚钱这么简单？完了，你一学就像那个很多超市学网红超市对吧？花钱改造了，鸡毛也不是，因为你没看明白人家的生意模式啊，你根本就没看明白人家的核心竞争力在哪，人家核心竞争力是在流量，而不是出租。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啊，就是咱们不要看表面现象，要多看背后，对吧？要多一层次的思考。一定要记住了，好赚的钱到不了韭菜手，因为韭菜是处在信息的末端呢，最后一到手啊，你是处在最后啊，最下层，信息到你这儿都已经过了多少手了，过了多少手，人家这么好赚钱人家都不赚，让你赚，这是什么逻辑啊？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韭菜一定要放弃那种一买一卖啊就能赚钱的这种想法。你一旦有这个想法，你就是上当受骗的第一步。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